开头一个视频，重新放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可以开始。可以，是不是有段儿？把这一片吧。就重新来就完了吗？这什么时候跳过？结婚的时候跳的。他结婚的时候跳。适合结婚跳这个差不多了，这衣服好漂亮。来，雍真。哎，走路一个包。走吗？走还有个。几点钟了？可晚了。香飘飘，你是那个买来之后直接兑的呀？用开水兑的呀？你买那个杯子，然后直接用开水兑的？不是，这里面直接掺开水嘛？啊。走秀的时候不要看害羞。哦，这个是那个什么？这个就是这次迪丽热巴拍的那个。不耽误，不耽误。不耽误。这是让不耽误嘎。对，这个是尼泊尔。尼泊尔那个也叫不耽误，也是，这是一样的。圈圈好看。刚才是我打的。